2025年10月6號下午茶，去咗大快活都食下午茶，嗌咗呢個菠蘿油一個粉，跟住嗌咗個懷舊餐，有缽仔糕、酸齋同埋一個分嘢飲，仲有一減12蚊，因為嗰個唔知長者卡。呢個係菠蘿油嗰個餐，酸齋缽仔糕唔係好大嘅啫，一隻手指咁。粉奶茶酸齋第一嚿食咧就 OK 嘅，有啲酸夠酸有汁嘅，其他嗰啲咧就冇嘅，唔夠酸又冇乜汁嘅，大嚿嗰啲反而冇。呢個就普通啦，我好耐都冇食過缽仔糕，所以唔知究竟好唔好食。總之就普通，最好食都係呢個，加咗辣椒油。